语字真趣味，今仔日来讲车牛人红。一两岁囡仔无时用，车牛人红，甲客厅橱仔底物件总并并出来。你安尼车牛人红，甲规间的房间敲甲乱七八糟，到底是咧找啥？教育部的台语教典无收这个词。台语作家王朝华老师讲，车牛人红用来念囡仔人，就是囡仔爬起爬落无时用，物件车倒，逐项拢好闲要摕起来弄。这句话若用你的大人，应该会当想做是费很大的劲翻箱倒柜，甲照顾车倒，甲翁仔举来弄。所以王朝华老师讲，车牛人红的台语字应该会当安尼写，车牛人红。另外一个台语老师的理解，讲车牛人红是咧骂囡仔耍甲无地耍，连牛嘛掠来并掠来车，翁仔嘛摕来人摕来耍。就是讲囡仔耍了伤过头咯，所以这个老师写车牛人红，安尼写车牛人红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车牛人红实在真趣味。